6月3號生日嘅朋友，祝你生日快樂，身心靈健康。一位善良而有正義感嘅人，非常之開朗，亦都好有童心。你會挺身而出咁樣保護一啲弱小嘅人，好奇心重，人緣好，容易令人情緒興奮同埋高漲，好有活力，俾人感覺好醒啊，好果斷。就算你年紀大咗之後咧，都有少少似小朋友嘅，自我又任性。而喺感情方面，你浪漫又純情，好中意隨時隨地都一齊。好多時你理想嘅對象咧係初戀啊，或者係青梅竹馬，好想早啲結婚同埋早啲有小朋友。結咗婚之後咧，好重視家庭，但係記住一樣嘢，你理想嘅婚姻咧，未必等同於你現實嘅生活。而喺性嘅方面咧，你認為性係一種交流嘅方式，比起性嘅本身，你更加着重於一啲擁抱啊、錫啊、身體嘅接觸啦，大家比較 close 咧，對於你嚟講係更加重要嘅。如果可以將自己嘅諗法講俾對方知嘅話咧，你會對性更加 enjoy 㗎。而財運同埋事業方面又點呢？早早咁樣揾下你自己到底中意做一啲乜嘢，你對乜嘢感興趣，因為你嘅工作態度咧係直接影響財運嘅。揾到嘅話咧，你成個人就好 enjoy工作，你個人好樂觀積極，亦都係職場上邊嘅開心果嚟嘅。你中意笑，同你合作嘅人咧會覺得做嘢好舒服。你有一種獨創嘅性質，對於一啲美感啊、音樂啊會比較有感覺多啲。不過咧，你就唔係好識理財。如果真係要財運增長嘅話咧，就需要揾專家去幫你啦。而你嘅生命課題係啲咩呢？純真嘅天真啊，好多時認為自己嘅諗法啊，或者自己做嘅嘢咧先係啱嘅，亦都會強行咁樣將自己嘅諗法咧加於喺人哋嘅身上，可能多啲聆聽，俾你俾意見咧會更加好嘅喎。